球場嘅聲浪同埋氣氛咧非常之不一般啊迎接住兩隊球隊嘅對決，觀眾席嘅色彩同熱度一眼睇晒，展現咗佢哋對足球嘅熱情。比賽開始，曼聯對車路士，夏薩特第100次出場，相信大家都清楚啦。嗱，呢場波應該就係佢嘅出場嘅里程碑嚟㗎啦。不過喺賽前呢，你睇佢表現，有機會入波，喺重要時刻出現咗個世界波，開波冇耐就有波入嘞噃。嗱，風水佬就隨時呃你10年8年，話俾你知佢入波咧就一定唔係呃你。有姿勢又有實際。嗱，你攻擊唔入咧，就代佢哋陷阱啦，又俾佢哋反擊成功。入波咧比想像中快喎。唔係一個好兆頭啊！雖然話一場比賽任何時候都應該要全神貫注啦，但係呢個時候粗心大意咧，就似乎係特別衰。哇，犀利喎！力量同力量嘅對決啊！後防踢得好好喎，完全唔俾佢咧轉身起腳射門啊！個波咧而家喺謝利美道估，個波甩咗出嚟。路爾斯迪亞斯、安素費南迪斯、杜奧巴接到啊，接得好，射門機會出現，咁都唔使失，真係有運啊嚇！今場波第一個角球出現啦，安素費南迪斯。想追翻啲球波啊！謝利美道估唔會想輸㗎。車路士嗱臨推上前啊！呢種打法就係有呢個風險㗎啦。呢球麻麻地噃。路爾斯迪亞斯、洛迪卡斯簡迪洞察先機啊！個波就喺杜奧巴嘅腳下，喂，唔知佢係咪突然之間遊魂呢？旁邊明明有選擇，佢都冇睇到喎。夏薩特就絕對唔想輸俾呢個對手嘅，嘗試係傳俾佢，球證嘅明笛係越位噃。開波只係冇耐啫，缺口已經打開咗啦。而家嘅比數係1-0，喺呢度回傳都不失為一個好選擇啊！嚇，唔錯啊，唔錯啊！睇下有冇隊友可以攞到個波啦。彈出底線，角球嚟嘅。今日第2個角球。呢個角球冇嘢睇啊！話都冇快，由呢邊場去翻嗰邊場。走位接應啊，要加速啦！係咪要起腳咧？臨門一腳靚啊！第100次出場有波入，有咩好得過咁啊？呢個結果咧可以話一開始經已係注定㗎啦。嗱，單對住龍門最緊要就係冷靜啦。龍門係想擋佢㗎，擋唔到啊！佢哋攻入今場比賽嘅第2球。呢個時候可以踢得更加大膽啦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，不如守住呢個比賽。球證鳴笛，即將進入下半場啦。嗱，睇完上半場啦，你覺得同你嘅期望有冇咩落差咁啊？狀態就非常之唔錯㗎啦，應該都冇咩戰術要改啊。車路士領先住2球，控制晒成場波嘅節奏啊，可以話。翻到嚟下半場啦，呢球啊界外球噃。唉，呢個波掟得曳啊，發緊夢咩？
史尼達控咗喎，而家點啊？傳得好，有機會啦！完全唔收油，完全未肯收手，完全唔會停落嚟。呢球波又要體能，又要腦筋，佢好清楚應該要點樣做，並且咧完美地執行出嚟啊！犀利啦！呢個波睇得好清楚啊，一控一射搞掂。